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大家收睇 GrabCar 牛化樽。咁我就係可以幫你或呢個朋友註冊成為西馬地區嘅 Grab 司機嘅牛化樽。有興趣加入 Grab 嘅可以通過呢個電話號碼0108125874同我 WhatsApp 聯絡啊嚇。咁今日呢一集影片呢，就係主要係講今日呢個標題嘅新聞啦，就係《光華日報》今日10月4號報嘅嚇，都係大家會關心嘅新聞啦。就係我哋行業嘅關於就係電召車補貼里數門檻調低。OK， 呢個係最新嘅消息嚟㗎。最新消息，再俾我聽到邊個講最新消息我就打。冇錯，就係嗰種最新消息。不過呢個消息係報紙寫得出嚟㗎，因為呢個機制係尋日嘅新聞，就係講政府財政部就話呢個星期會同大家公佈，俾大家俾大家知道最新嘅呢個機制啦嚇，係點樣去攞到呢個最新嘅我哋呢個里數嘅門檻，即係你補貼，即係以前上個月嘅係原本每人都可以攞300嘅，咁如果你係做3000個 km 以上呢，咁你就可以攞到 extra 300。咁政府話，我收到你哋嘅 feedback， 我知道你哋有啲人講唔夠，跟住有啲人講300都有啲都講唔夠，咁佢而家就出個新嘅機制啦。OK， 咁我哋就向下去睇一睇啦嚇。咁就呼應翻上一個直播啦，我 friend 講，你都係要講一講一啲比較大家關心嘅新聞嘅，尤其是我哋呢個行業。咁有啲冇睇新聞嘅人，佢先知道發生咩事噶嘛，唔使聽人講或者睇 Facebook 睇人哋亂咁吹。你睇而家即係唔係淨係 Facebook 啦，睇 TikTok 嗰啲好多嘢都可以亂咁講嘅。就好似而家，尤其是係一路嚟都有啦，咪而家一路嚟都有嘅，就係關於究竟可以載幾多個人。呢啲咁基本嘅嘢都仲係有人一直可以攞嚟炒話題嘅，所以我哋就唔多講，我哋今日淨係講一講，即係呢啲我哋叫做大家都有興趣知噶啦，而且都係呢啲係事實 fact 新聞嚟噶 fact 嚟噶，即係政府講嘅。OK， 咁而家呢，就最新呢個布啲95呢，電召車司機啊係可以攞到高達800公升啊呢個補貼嘅限額。咁就唔係600啊，係最高可以去到800公升。咁係點樣樣嘅呢？週二即係今日啦，今日係星期2啊，10月4號。咁你新聞係寫10月4號嘅應該，冇錯，2025年11月4號，11月4號，sorry唔係10月4號。So 佢就話財政部週二發文告指出電召車司機享有嘅額外補貼限額，呢個係咩事啊？上個月在電召車營運公司 EHO 系統嘅行駛里數記錄而定，即係睇翻你上個月嘅，而家佢咁樣講啦嚇，即係你呢個月攞到幾多嘅津貼，就係睇翻你上個月嘅。OK， 咁呢佢就話呢文告入邊講呢，每個月行駛少過2000嘅司機，我應該都係包括喺入邊噶啦。OK， 一律獲得300公升嘅基本限額，基本限額即係每一個馬來西亞公民有呢個driving license 嘅都係有300嘅，咁你即使你係做電召車司機，你行少過2000，你都係攞300嘅啫。跟住佢話，如果你行駛2000到5000呢，咁你就可以獲得呢個額外嘅300公升，即係同之前一樣嘅600，咁就唔係3000以上啦。咁而家係2000至5000啊。跟住至於行駛超過5000公里者則享有額外嘅500公升限額。即係加上300嘅基本限額呢，補貼汽油總計高達800公升。即係話，如果你行5000個 kilometer 你嘅 complete trips km 係，咁你就又係直頭可以攞800個公升噶啦嚇。咁文告嘅話呢，行駛里數由陸路公共交通機構阿北以及沙巴沙拉哇商用車輛執照局 LPKP 根據 EHO 提供嘅月度報告進行核實。So 係你接嘅單幾多 km， 咁係會寫喺嗰種單入邊，然之後Grab 就會 send 俾阿北或者係沙巴沙拉哇嘅 LPKP， 咁財政部就會喺嗰度攞個資訊，就跟頭先我講噶啦嚇。2000 km 以下300個 liter，2000 到5000 600，5000以上就800。OK， 新嘅佢話到啦，新嘅呢個里數門檻呢，從3000公里降至2000公里，以及增超過sorry， 應該係寫錯咗佢，以及增加超過5000公里嘅類別，呢個係財政部在對電召車司機嘅行駛模式
及補貼實際使用情況進行研究後而作出嘅調整。OK，so 呢度都要俾一個讚啦嚇，俾一個 like。呢個我哋嘅政府啊，財政部尤其是係佢哋係有做嘢嘅嚇，佢哋有喺度調整緊呢一個政策。雖然講一開始並唔係咁如大家意，包括我在內我都覺得唔合理，但係而家我覺得叫做比較合理啲。至於永遠都唔會滿足所有嘅人，但係呢一個我覺得已經係一個好大嘅進步啦嚇。OK， 跟住下邊啊，針對呢個機場的士司機，正財政部講開透過汽油，佢哋有另外嘅，呢個係佢哋有汽油卡，同我哋冇關。豪華機場的機車，機場豪華機車車資不受阿巴管制，因此冇列入。OK，so 呢個係主要係講我哋電召車啦。OK， 我覺得呢個新聞好重要，所以我就同大家分享啦。就其他嗰啲唔係咁重要嘅，都我冇乜嘢可以分享，我就盡量唔講啦嚇。咁我覺得呢個幾好嘅，所以如果你朋友係唔知道究竟而家政府係有咩政策啊，係咪仲係用緊舊㗎？即係每人300你行3000以上，我就俾多你300已經唔係㗎，嗰個已經係上一個呢個標準嚟嘅。咁而家最新呢個佢哋嘅門檻已經係調整咗㗎，所以大家要睇一睇呢度。OK 啦，so 今日嘅呢個新聞就到呢度啦。如果你覺得呢個新聞 OK 嘅，或者你朋友，你覺得朋友應該知道喎，應該要知喎，咁你可以 share 俾你睇啦。跟住記得俾個 like 啦，like 係唔使錢嘅。跟住如果你朋友要註冊啊，或者要開翻舊戶口，可以通過呢個電話號碼0108125874同我 WhatsApp 聯絡嘅。OK，thank you，拜拜。